潮湿、暗无天日。一段段木头上长出红色的菇，被称为森林里的红宝石。以前我们曾经在古书上面翻到一味中药，他们叫做官花，就是那个已经很久的在地下埋了很久的棺材里面长出的这个红色的这种菇，但是却很有效，变成一种很有效的中药。其实官花也就是牛樟。牛樟芝雪白色的菌株在柠檬中格外美丽也娇贵。摄影机的灯、人的靠近、改变的温湿度，对它的生长都会产生干扰。做的苗毛都可以摸吗？做不得，不能，因为牛樟菇它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种那个菌类，它很容易受到外来的一种那个菌的感染。任何变数都可能摧毁殆尽。现场严格控制90%的湿度，28度均温，也得等至少1年才能采收。1斤木头能做多少？1块木头上面能够采个1两2两就很高兴了。本页是皮带大王的王东升笑说，感觉很不符合商人法则的投资，是以富裕养生的观点切入。中国大陆有冬虫夏草吗？日本有巴西蘑菇，韩国有人参，那台湾有什么？台湾唯一能够跟这3种东西平起平坐，甚至可以超过它的，我觉得将来势必会是牛樟芝了。放眼国际，光是取得全台唯一的合法执照，跟农委会购买1200吨的椴木，已经斥资2亿。在森林之外，开辟出牛樟芝的新天地，能够来就是跟很多人来结缘。就是说，大家吃了以后，如果说真的是对你身体有健康有帮助的话，我们也觉得是一件好事情啊。很多人也许慢慢认识了牛樟芝，却从来没有看过牛樟树。于是，在苗栗以后，也许有机会会有一个牛樟树植物园。王董事长希望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台湾的国宝树。做的苗毛，做唔得；做的苗毛，做唔得。